修女抚摸他与驱魔人扎康的合影，瞬间他感觉头皮发麻，全身无比松弛。紧接着灵魂出窍来到扎康的面前，对方的到来，扎康表现出慌张的神色，因为不到万不得已，玛丽绝不会来找他。想必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。据他表述，修道院里刚降生的男婴被偷走，而且男婴的母亲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经过，也被当场灭口。这件事并非是人为，而是恶灵在作祟。在扎康临行前，泽德脑海中又浮现出不属于他的画面。看过画像，扎康认出狰狞的怪物叫基因魔。诺亚时期他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狂魔，不过他们早在那场圣经洪水中灭绝了。由于丢失孩子的父亲是当地的警长，所以只有趁举办葬礼的1个小时去调查。首先他们来到孩子丢失的房间，试图查清恶灵的底细，但仪式刚开始竟受到阻力反噬。没想到恶灵如此狡猾，居然隐藏了自己的行踪，由此可以断定孩子还活着。但要找出孩子的位置，就需要拿到能感应孩子灵魂的物品。玛丽突然想到孩子的胎盘，根据当地的习俗，将胎盘埋进自家的大树下可以带来好运。就在玛丽手挖胎盘时，扎康却发现树上的果实极其诡异，表面像极了人皮的触感和颜色，甚至用刀划开还会流出大量的鲜血。难道这是美版的人参果吗？其中1个受到破坏，其余果实会在一瞬间感同身受。Oh my god！听到声音，孩子的父亲出来抓贼。当看到对方是玛丽，他才放下警惕。但他不理解自家的树上为什么会长出人肉。扎康称那东西是远古伊甸园的禁物，而且偷走孩子的恶灵是夏娃的妹妹。他为了获得永生，做了地狱女神。话音刚落，警长接到消息，又一名刚出生的女婴也不翼而飞了。巧合的是，警长认识丢孩子的父亲，他们彼此之间竟是父子关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第1个被偷的是警长的儿子，第2个被偷的是警长的亲孙女。扎康问他们是否得罪过吉普赛人，或者是整个家族遭到了诅咒。了解了大致情况，他来到后院的水池，将蚯蚓均匀摊在水池的周围，准备念出咒语逼出夏娃的妹妹下三滥。仪式还没结束，就有修女跑来说家属那边有事，马上让他回去。蚯蚓反常的活跃引起扎康的警觉，随后在要离开时，他念出了恶灵的名字。见自己被识破，他也不准备再装，彻底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。被按进水里的扎康在窒息前终于拿出匕首刺向恶灵，顿时鲜血喷涌而出，伴随着惨叫，恶灵逃离了现场。与此同时，留守的泽德偶遇美术课的素描模特，因为线条突出给泽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时间飞逝，两人交谈甚欢，泽德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不过他没有意识到，线条突出的男人似乎都没那么简单。无意间，泽德触碰到了对方的肌肤，紧接着激发出他感知未来的能力。That beer go to your head? 他没有惊慌，反倒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随便找个借口将渣男骗到了基地，趁渣男没有防备逼问他是在替谁做事。谁又能想到幕后之人竟是泽德的父亲？其实名义上的父亲是圣灵十字军的领导者，军团用残忍的手段培养有异能的孩子，而泽德是这些人当中至关重要的存在。随后2名十字军杀手出现，迫于恐惧他挟持了渣男，但杀手毫不犹豫地阻断了他的念头。熟悉的针管勾起了泽德的童年阴影，借助自己对地形的了解展开灵活走位。看金发女的身形，她应该是力量型选手。对抗间，泽德趁其不备将他推入时空之门。可没等他将气喘晕，另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。反观扎康这边已经识破了恶灵的身份，他以吸血为食，被称作拉玛师徒。那为什么成功偷走孩子却没有害他呢？想必是孩子有着更大的用途吧。此刻警长突然想起自己的祖母应该能知道诅咒的事。当他听到家族后代接连被恶灵偷走，祖母吓得秒变手机里的第6个表情包。于是他提到了远古邪巫团，他们一直在收集我族的新生之血。但扎康表示质疑，只因邪巫团在上世纪就已经不存在了。其实祖母的父亲曾经就是他们的成员之一，后来父亲悬崖勒马叛离了组织，为了壮大邪巫团，他们盯上家族刚出生的孩子。扎康开始怀念曾经在精神病院的生活，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很有可能就是曼尼说的黑暗崛起。为了引出恶灵夺回新生儿，他们抽出警长的血液涂在鸡的身上，然后将其包裹成婴儿的模样。想要效果逼真，便需要由女性充当母亲的角色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寻求刺激的机会只能交给玛丽。紧接着他与玛丽进入了地下管道，果然在不远处他们找到了2个孩子，但还没等他们离开，拉玛师徒识破了他们狸猫换太子的把戏。扎康利用对方壮大实力的心理，反过来要挟拉玛师徒，不然就弄死孩子。没办法，他只能说出一切。之所以他会甘愿为邪巫团偷孩子，因为他们找到了打破3界屏障的方法，很快他们就可以自由行走在阳光之下。问出答案后，扎康便拿出一个魔牌，召唤出比拉玛师徒更厉害的恶魔。当一切结束，他们要离开时，竟听到了第3个婴儿的哭声，但也就是片刻的
迟疑，令扎康看到了更凶险的危机，竟是早已被洪水灭绝的基因魔。此时扎康也懵了，只能尽量不出声，希望能保住狗命。恶灵越来越近，玛丽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摧毁，他果断掏出手枪击中扎康，为自己的离开争取时间。